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号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台视香港女朋友的嫌犯陈同佳，当时要来咱台湾投案，尾在医生区边的牧师关浩明，昨昏接受香港媒体访问的时，伊讲应该会等到咱台湾总统选举宣誓了后，伊才会来。另外嘛是因为这个案，才引起后壁的香港反送中示威。美国的副总统潘斯今仔日是搁一摆公开表示讲，美国人甲香港人徛斗阵，期待香港人继续用非暴力的和平示威争取权益。To the millions in Hong Kong who have been peacefully demonstrating to protect your rights these past months, we stand with you. We are inspired by you, and we urge you to stay on the path of nonviolent protest. 美国副总统潘斯伫华府地口卫生中心指出，对港府撤回逃犯条例感觉欢喜。按过去几年，北京加强对香港港务采取行动，监督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We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s, but America also expects Beijing to honor its commitments.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repeatedly made it clear that it would be much harder for us to make a trade deal if the authorities resort to the use of violence against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引发香港反送中示威港路面案的嫌犯陈同佳，伊辅导牧师关和平伫接受香港媒体访问的时阵讲，可能会等下台湾总统大选过后，也就是明年1月11日后，再来台湾投案。香港建制派议员刘美芬嘛表示，陈同佳的投案时间无真着急，等下大选结束了后，伊才袂变做政治条件。关和平嘛证实，台湾的理律法律事务所已经受到委托，会替陈同佳拍官司。台湾律师可能去香港跟陈同佳讨论案情。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相关陈同佳伫咱台湾杀人，毋但引起后续的香港反送中的抗争，打嘛变台湾甲香港的司法大车拼。敢有派人，咱敢有派人去香港要压人？法务部长无讲明，只强调香港甲咱台湾拢有责任，甲杀人犯抓起来。香港民众陈同佳23出港了后，讲愿意来台湾投案，宣称台港的司法出招。法务部长蔡清强二是再一遍强调，台港双方拢有责任，甲杀人犯逮捕归案。我们也很努力的透过双方的管道来咨商如何交人以及移交相关的证物。那人是到香港了吗？这个都是他们有在规划当中。那在执行到哪一个程度啊？我想我们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对台湾是不是已经有派人去香港？蔡清强无明确回应。按照现行的法规，身为通缉犯的陈同佳只要一入境就会被逮捕。在进行身份的确认了，直接移送地检署归案。因故有香港学者讲，台港两地法律制度无同，港府就要先考虑是不是让确保陈同佳到台湾了，会当有公平公正的审判。政府愿意修改香港的法律，允许香港的法院境外的杀人的行为有这个司法管辖权，这个是最理想的做法。如果他自己自愿的时候，当然呢，这个就是他自己的决定，确保到了台湾以后，可以有一个公平的审讯，可以免除这个死刑的。就台湾提出要派人去香港押解陈同佳返来台湾，张达明认为香港的法律规范是不准境外人员在香港执法，这方面的底线应该收条。因为就为香港嫌犯所引发的司法战，台港有无同的立场甲观点，就要双方达成共识才能解决。记者综合报道。陈同佳这个案昨昏嘛烧到立法院，内政部长徐国勇甲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甲国民党的立委是一句来一句去，甚至徐国勇嘛甲记者冤家。行政长苏贞昌昨昏是搁一摆强调讲，咱政府的态度自头到尾拢同款，香港无爱办，咱台湾来办，咱无放弃司法权。
香港女性命爱凶手陈同佳有意来台湾投案，不过政府态度被批评一直改变。行政院长苏贞昌讲，政府态度拢同款，只要伊一入境随抓起来。来与不来都随他了，都变成什么要沉淀，也不知道要沉淀到什么时候。政府的态度始终一致，我们没有放弃司法管辖权。内政部长徐国勇二十个国会备询，因为政府入境互批评，甲记者有言语上的冲突。牧师关和平烦恼陈同佳来台湾投案，变作政治条件。陆委会主席陈明通爱关和平检讲2句，不要妄图把台湾框入一个一中的框架，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不当的意图我要再次的强调。好，谢谢大家。你说瞎话吗？讲话客气一点。你有心要帮这个女的伸张正义，如果有心要让这个陈同佳到台湾来受审，请你少说2句话。为了陈同佳来台湾投案，国民党立委质询时，质疑徐国勇甲关和平见面是毋是有汇报，也批评徐国勇讲毋知影关和平身份是伫讲白贼。但民统也讲，已经透过香港政府通知陈同佳，投案单位已经建立好，欢迎来投案。什么叫密会？这就是密会啊！没有会议记录，然后你也没有幕僚在旁边做解读啊！委员，那解读我不接受了。我对台湾主权的立场非常清楚，比你们清楚100倍了，不必戴帽子了。这个不用谈这些东西了，不必戴帽子了。这件事情你是明显的失职，没有什么失职了，应该要公开道歉。没有什么好道歉的。我们要建立互助管道，现在建立好了，已经通过港府通知这个嫌犯，如果你要投案，就跟这个窗口联络，建好了。我想知道明确。国民党立委质疑政府政策改变，要求成立调查小组，公布徐国勇甲关和平的见面内容，并且调查国安会议安怎定调，坚持爱司法合作，也甲关和平甲陈同佳出境管制。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苗栗县政府伫咧石虎正接出入的所在，设38支红外线翕相机，结果风头提走，损失38万块。警方昨昏伫咧新竹有抓到2个嫌犯，嘛有超出红外线的翕相机。再来看《联合报》，宜兰县的三星乡的长龙，满号的葱啊送去龙街，无半点钟的时间，货运要去载过，只剩一半。有37箱555公斤，嘛风头提走，有够夭寿。来看《自由时报》，咱要开81个美金向美国买66台 F-16V 的战机，即嘛有上新的进展。国防部讲，国军已经收到美国的报价，按算2023年到2026年就会当买到。立法院针对这个买卖，嘛有立特别条例草案，上紧伫咧后礼拜就会当三读通过。来看美食平台送食外送员正接发生车祸，劳动部昨昏阁招业者去开会，有去开会业者即马嘛拢同意讲，会来调整不合理的订单，避免意外搁再发生。美食平台 Foodpanda 甲 Uber Eats 分别伫桃园、台北发生2件外送员接载死亡。验过劳动部司法认定2件个案，业者甲外送员有雇佣关系，业者就要替死者加保劳保，并且按照劳基法接载补偿规定，伫期限内给予45个月平均劳保薪资作为死亡的补偿。验过业者是谈和解。2家业者都还在跟罹难者家属做和解。那目前还没有依照我们劳动基准法的规定给予职业灾害补偿，台北市劳动局应该会做这样子确认。如果还是没有依照劳动基准法给予职业灾害补偿的话，那台北市劳动局就应该会做后面的行政处分。Uber Eats 正式有伫咧谈和解，不过因为尊重家属，无方便讲细节。第二是办事，这件事搁再邀请业者台湾协作即共享经济协会开会。为了要降低外送员伫咧道路发生抢警的危险，来参加会议的业者同意该 APP 停息，以避免无合理的接单加超时击催等机制。那每一家的程式设计派单都有差异。那业者刚开始也表示，这是他们商业竞争的利基。那我们经过会中比较大的讨论，业者都会承诺回去再重新检讨。业者透过协会发布自律公告，包括 Uber Eats、好好送等4间平台，承诺会保障外送员的交通安全，替事务把关。我们会从业务执行的层面来看看，这个在奖励机制以及这个奖金机制上面是不是有调整的空间。不过，同款是会员的 Foodpanda 并无伫自律公告签名。
劳动部初步掌握到台湾现有的外送员差不多45000人，业者所来做法关系到上万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即马人人拢有手机啊，用手机啊叫食的，而且还有人专工专门送到你的面头前，真正有影真利便。啊嘛改变做食的饮食业的生态。美国最近就不少业者规去甲店关关咧，无店面啊，也毋过因有灶骹设幽灵厨房，要抢外送一块生意。咱的生活有这改变，拢是因为科技伫咧进步。美国的科技公司 Google 宣布讲，因的量子运算有真大突破，利用量子电脑会当伫短短几分钟内完成传统电脑爱开1万年才有法度算出来的任务。毋那即马速度变紧，是紧甲抓袂掉。美国科技大厂 Google 宣布，研究团队在量子运算领域出现重大突破，达到所谓的量子霸权的阶段。号称因的实验性量子电脑处理器在几分钟内底执行的运算，换做即阵世界上上紧的电脑，要用1万年才做到，并且将相关研究结果刊登在最近一期自然科学期刊顶面。所谓的量子运算是利用量子力学特性做基础所建立的一套技术，甲即阵超级电脑甲手机的传统运算是完全无同款。过去量子电脑大部分停留在理论阶段，即摆 Google 研究相信离量子霸权的概念更加接近一步，也就是量子运算装置最终能解决传统电脑无法解决的问题。The big news today is that Google researchers have achieved an incredible breakthrough in quantum computing. They've demonstrated with the quantum computer that it can perform a computation in seconds what would take the world's fastest supercomputer years, thousands of years to do that same calculation. Google 高层鉴定师讲，利用量子运算将能增强现有的高端科技，亲像机器学习，也是投入研发药品、预测灾情甲经济情形等。不过，有其他研究人员，包括竞争对手 IBM， 对 Google 申请这项实验达到量子霸权是抱持怀疑的态度。What it means is that we kind of open the door to real applications of quantum technology, and 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play around with these quantum computers and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 important applications are going to be. 部分学者认为，要让量子电脑实际应用在各种的领域，可能也要等待真长一段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日拜5啊，拜6礼拜休2天，也毋过咱天气同款受东北风的影响。咱来看温度，因为受东北风影响，各地早暗拢较凉冷，低温大约是19度到23度，日时高温有27度、28度左右，也毋过伫中南部高温有31度，日时暗时温差有较大，乡亲爱会记哩擦衫，莫去感着。另外，伫咧东北风正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云有较高，所以有可能有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澎湖、金门、马祖是侪云到好天。今年流感的预防射较慢注射，要到11月中才会开始做，所以疾管署昨昏就讲，11月初1开始，会先配抗病毒药剂予医生管，假使为着流行性的感冒，会使先注射。最近天气转凉，天气变化大，有发烧类流感症头的民众爱注意。小儿区医师提醒，今年流感无完全消失，热天、秋天的时阵，拢陆续有零星的流感个案。疾管署监测发现，顶礼拜有14件团体流感，近1个月以 A 型流感为主。我昨天就筛检了2个 A 型流感的，那很多流感疫苗，其实我们筛检到1例有的话它表示可能至少5、6例甚至10例以上你没有筛检到的。往年公费流感疫苗伫10月开始做，不过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组延迟的影响，咱国公费流感疫苗延后到11月中才开始做。考虑秋天依然有病毒活动，疾管署决定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用药，将提前到11月1号提供。只要有发烧症头的类流感患者，而且家人同事同学有类流感发病者，唔免快胎，经过医师诊断就会当使用。
我们从11月1号起，比往年提前1个月就会开放这个公费抗病毒药剂的这个使用的对象。有发烧的类流感患者，如果有同班同学、家人或同事也有类流感症状，合约院所呢，经过医师评估，可以开立这个公费的克流感疫科帽。疾管署也提醒，咱国公费流感疫苗11月15号开始做，分3阶段。第一阶段将进入高中小、高中校园集体注射，以及对第一线医护人员注射。疾管署表示，近期国内流感疫情下降，估计在明年1月到春节了后，会是冬季流感的高峰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有医生针对参加路跑的民众做骨头含烧骨伤的检查，67000多人内底有超过3成的人有骨质流失的状况。问题可能就出伫咧食无正常、无拍质、无吸骨本。市文化中心办跑是不少高雄民众生活，为爱运动的人，甚至会参加大型的马拉松。不过有艺术研究所发现，就算维持路跑运动民众，也是出现骨质流失，甚至是骨头含烧。碳酸饮料啦、过量的咖啡啦，其实都会增加钙的流失啊。好，所以饮食习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另外以跑步来讲，我们希望跑步的时候兼要有晒太阳。因为在台湾，大家对晒太阳是比较不喜欢的。团队为2012年到2018年这段期间，检查67000多个有在路跑的民众，发现超过3成有骨质流失，7%有骨头含烧。不过有在路跑的民众认为，运动本来就是帮助身体健康，那敢会骨质流失，而且看每一人体质。运动人跟骨骼是2个是没有，照理讲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对，骨骼疏松是你个人的饮食问题。有的跑步会摩擦就不会啊，他看个人的那个的关系啦。高医发现有规律运动的民众，拢可能有骨质流失现象。嘛，烦恼不爱运动、不爱拍日头民众，可能会流失更较紧。提醒民众主动检测，尤其是老大人，该关心含烧的问题，因为这镜头袂好，药物治疗进步空间嘛无大。跟咱外靠好的生活习惯减少恶化。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根据统计，咱全台湾有超过30万的时段，因为身躯的筋膜无够，在脚手就袂溜达，嘛较食跋倒失灵。医生嘛讲，莫抓准食较正就无代志，嘛是爱运动较有影。公园内底有真侪老大人伫散步做运动，免怎保养身体，因拢有家己的一套方法。早时啊来运动一摆，这个时阵过来运动一摆，拢按逐工。年纪较侪吼，拢食无啊，暗时日拢食物尔。根据台北营总最新调查发现，国内65岁以上的老人有7%到10%有肌肉减少的疾病。以此来推估，全台湾有超过30万名肌肉减少症状的老人，因为肌肉流失、运动活动功能变较歹，可能因此行路变慢、行动真吃力、体重减轻、常常跋倒，甚至增加在身甲死亡风险，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当你的体力越下降，你的一些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对老年人来讲，他跌倒的一个风险就越差，因为体力不好，你走路的速度可能变慢，你的一个肌肉的力量可能变少。医师提醒，40岁了后，肌肉疾病会慢慢流失，千万唔通以为讲定定食青菜，较莫食肉类就是健康。3顿应该多多补充2肉类、青菜、水果，才会6大营养类。另外也建议做一寡有氧甲自抗的运动，亲像坐椅啊、脚压起来，应保持身体柔软甲平均。50岁以上男性，骹肚扭起来是在34公分以下，女性在33公分以下，代表身体肌肉质量可能不足，爱及早预防。75岁以前拢会会补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英国传出一台货柜内底有第39个尸体。英国的警方昨昏证实讲，死者全部拢是中国人。中国的外交部嘛已经派人去了解。39个非法偷渡客伫货柜车中死亡案件出现重大发展。英国警方伫当地24发表声明，证实车顶的死者拢是中国籍。其中31个人是男性，8人是女性。中国外交部知影消息了后，已经派人去案发地点埃塞克斯了解。
警方原本认为货柜车是为保加利亚来的，不过进一步调查了后发现，卡车甲货柜可能经过无共路线，嘛伫无共时间到英国，范围牵涉保加利亚、比利时甲北爱尔兰。 Up to now, we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and not a lot of answers. We even don't know which road was followed by the truck in Belgium. We don't know how much time it stayed on the Belgian territory. We don't know if it stops or not. 比利时检方表示，命案有真侪疑点，佫唔知影，包括偷渡客是毋是伫比利时，这步旅客港都经上货柜嘛唔知影。 目前的消息指出，中国的偷渡客买的货柜应该是冷冻货柜，上低温会当到零下25度，这39个人可能拢是向冰死的。This is a tragic incident, and our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 with the families and friends of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in this terrible incident. I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that Thurrock Council are doing all we can to assist Essex Police as their investigation continues. 命案地点的官员甲民众拢向受难者哀悼，希望类似惨剧莫发生。警方则继续侦讯25岁被爱尔兰驾驶，要了解案情。记者综合报道。欧洲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这几天拢在落大雨、做大水，而且也有水崩山，上无有4个人死亡啊。另外，美国的科罗拉多嘛发生暴风雪，澳洲上长的溪流是雪的可汗，地球环境在变化，气候反常愈来愈严重。大四期的树棵倒伫个无啥水的河内底，澳洲上长的达灵河，因为这几年可汗，今年热天甚至发生骨啊、青只鱼啊、冰雹死去的生态灾难。 农作物收成甲畜牧业也大受影响，造成沿海原住民生活困难。That was our food source with the river. It was our water source. It was our livelihood. 达灵河是发源对新南威尼斯的北部，流域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占全澳洲总面积1/7，是上重要的水域生态系统。进前澳洲政府讲会投入10亿澳币，大约代表208亿来改善水利基础设施。不过，当地民众认为， 达灵河水位较低，是政府长期引用河川水源真侪别种用途所造成的。镜头转来到美国科罗拉多州，当地时间23日响落暴风雪，温度来到零下6.6度，气象单位预测较晚积雪可能达到20公分。 而伫南欧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是传出做大水甲土石流灾情。西班牙东北部甲加泰隆尼亚地区灾情上界严重，2个月内遭到第2场的暴雨，9月造成7个人死亡，23统计有2人死亡、5人失踪，25000多人受到影响。而意大利北部传出山洪爆发，造成2人死亡。当局宣布亚历山德里亚进入紧急状态。法国南部有10个区被列入伽马式的警戒状态。 小镇贝基耶23伫6点钟内底，雨量达到198毫米，相当过去2个月落雨量。真侪厝拢浸伫水内底，当局紧急出动直升机，加20多人先救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澳洲正出名的景点阿尔斯岩礁，按明仔10月26开始禁止游客过去爬石头，所以即马迄个所在，遐人是袂少，拢是赶伫关起来进前赶紧去的。 阿尔斯岩礁悬348公尺，是全世界第2大单体岩礁，互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列作世界遗产。当地原住民把伊当作圣地，是土地之母。爬岩礁是无礼貌行为，毋但安尼，因为这个所在岩礁这石头较骨，无好爬，所以这50-60年来，上无已经有37个人死亡。 澳洲的政府伫2017年就提出禁止令，明仔10月26开始要封起来。咱地球的人要了解宇宙，要知影太阳系外口也有其他的行星。这个功劳是今年拿摕到诺贝尔物理奖的得奖人，因伫1995年就有这个重大的发现。 这拄摕到诺贝尔物理奖的科学家奎洛兹，人伫瑞士日内瓦等欧洲太空总署最近发射的系外行星特性探测卫星处理团队的数据。虽上伫1995年之前，无人知影伫咱的太阳系以外，阁有其他行星。这届摕到诺贝尔物理奖的2个人，奎洛兹甲梅尔，迄当时都是用普勒光谱学证实有系外行星，替未来天文学家开路。 These days, I was using a technique that we call radial velocity, which is observing a star and looking for any change of speed in the star.
Well, since then, the field has just exploded. As you may know, there is really now thousands of exoplanets. 因为两个人迄当时发现，和各国的天文学家开始吹，目前伫银河系已经发现超过4000个系外行星。这目前摕到诺贝尔奖的原因，那探测卫星的任务，都是替科学家为咱的太阳系向更较远的系外探测几落百粒的目前已经知影的系外行星。 KEOPS's aim is to measure the size of already known exoplanets. So it's not a discovery mission. It is really aimed at precisely measure the size. And once we have the size and possibly the mass, we can derive the mean density. And from then we know a little bit what the planet is made of. 地球人即马已经知影，咱的太阳系以外，还有其他星系，嘛对宇宙有更加深入了解。 不离过对地球到底伫系外行星敢有生命？即马会伫欧洲太空总署发射的探测卫星开始找答案。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跟咱来关心针对香港嫌犯陈同佳的事件。咱总统蔡英文昨昏讲，这件代志，咱政府的立场自头到尾拢同款。台湾甲香港拢有司法权。另外，要拼明年总统大选，蔡总统嘛批评伊对手韩国瑜，讲要伫咧关山顶头设新基台，无实在，伤虚华。亲自来授旗给我们的。 北部工业区后湾会成立大会，要拼来年的总统蔡英文亲身到场授旗，拍出经济牌，强调2020大选真关键，唔但爱搁予伊适当，搁爱予国会过半，甲加会当继续。伊搁讲到香港反送中事件，予香港人真烦恼，台湾人爱用选票，予民主自由继续落去。不过陈同佳事件引发台湾香港政府咧竞争，蔡总统受访的时阵指出，这件代志无洗冤，政府的立场为头到尾拢同款，台湾甲香港拢有司法 管辖权。显然，香港是不愿意行使这个管辖权。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当然要行使我们的管辖权啊。那不过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再呼吁香港的政府啊，这个案子涉及的2个人都是香港的人民啊。那本着于对香港人民的爱护跟司法正义啊，香港 本来就应该要提供相关的司法协助啊。护西管浩明他认为说，如果说陈同佳来台湾，有可能会变成政治筹码。我觉得听了这位先生的这一段时间的讲话，我觉得很少看到有牧师有讲话这么政治化了哈。 陈同佳事件，管浩明无所出面协调，引发蔡总统质疑，伊的立场有特别考量。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摆讲，要伫关山设置新基台，蔡总统嘛认为无实际，无应该过度政治考量。在一定的高度以上的高山上都设这个升旗台，这件事情有点不切实际了哈，而且对我们山林的地形地貌也有一定程度的损伤嘛哈。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我们国旗的本意。 拼2020总统大选，唔但爱甲对手镇压过招，搁爱防范对方可能介入的威胁。蔡总统强调，中国介入选举唔是秘密，愈到选战的最后，大家必须爱对假消息提高警觉。记者郭彩霞启文台北报道。 那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伊要拼总统选举，昨昏是到云林。伊嘛访问着讲，伊讲要伫咧3000公尺悬的关山设施基台这件代志。韩国瑜伊是表示讲，伊毋是讲要起新的，是要甲旧的整理好势。 第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设新基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下昼到云林大溪安溪府参拜。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主要是针对年久失修也是破损无人照顾的新基台，优先将伊整理清气。3000公尺以上高山有200多座，每一座高山都竖一个升旗台，那是不可能的。有一些高山现在已经有升旗台，长期失修的、没有被照顾好的，我们可以考虑把它整修好。至于其他， 我们一定要看状况。韩国瑜强调，大家误解伊的意思，要设立新基台，也爱考虑松林景观路线水土保持。伊知影困难度上大，早起伫云林土库顺天宫的造势活动，强调云林竞赛身份也受到乡亲热烈欢迎。韩国瑜也画出四种人，若讲日子过得好，台湾就会好。我们要加大力度改善我们农村渔村。 我一个坚持信念不变，台湾人的四种人啊，过家日子后，全台湾人都会幸福快乐。农民、渔民、老家、
还有庶民。这位90多岁阿嬷是伫家庭协助之下，挂到土库顺天宫表达支持。韩国瑜也佫特别向阿嬷握手臂。台湾人站得出来。他如果韩国瑜到云林来的话，他虽然行动不方便，可是他也坚持一定要来。拼总统选举，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这个月24、25两天的行程来到婚姻关，定调是婚姻倾听之旅。韩国瑜当外家厝，要体验农村，了解农渔民面对的问题，也透过走公庙甲产业活动拼争气，也为国民党就立委参选人增加献光度。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的台湾民众党，伊是要拼立委，因为台湾民众党有不少创党的党员，拢是台北市政府内底官员，嘛互批评党政不分。昨昏国民党的职员就伫咧市议会内底质询郭文哲，郭文哲是讲伊会去调查清楚。台北市长郭文哲早起到市会进行专报告，国民党议员轮流批评，议员王志斌质疑郭文哲讲其党向。提出2张名片，拢是共一个名，党德玉，暗过送2个身份，毋那是北龙当市长秘书，嘛是民众党组织部调集人。在那边装傻，你说你不知道，那请问这是谁帮你布的局？蔡壁如吗？那是谁？那这个站好了，我跟你讲哦，你们有批评哦，我通知张哲阳哦，叫他名片再检查一遍，不要自己印了。王志斌一直问郭文哲讲，会要求党秘书长张铁用清查，嘛系相关人士将一部撕掉，避免争议。国民党议员吴世仁嘅要求，为外单位调来市长协助机要的人，拢徛出来，包括市府顾问蔡碧如，拢总有12个人这样说。另外，对陈同佳事件批评哪里的郭文哲，佮一个向要求表态，伊嘛趁机会靠说民进党甲司法做政治工具，升过头。坦白讲，我觉得这个案子就是拿司法当政治工具嘛，就玩过头了，就是。不是，那你的立场啊？你的立场，你同意他来吗？还是你赞成他来台湾？那立场是什么？应该这样讲了，不管叫同理心，我做这种事情哦，常常换位思考了哈。敢支持陈同佳来台湾接受司法审判，郭文哲认为是同理心，伊提林克因为的。若是伊来到案，政府敢会接受？伊认为需要换一个位来思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为了要解决台北到基隆的交通问题，交通部有讲要研究把高铁伸长到东部，暗过引起学者质疑。昨昏交通部的处长是讲，高铁要通到东部，这是初步的规划，后壁还阁爱宽屏，而且爱送行政院核定。高铁延伸到宜兰，南港到宜兰只要13分钟，不过经费是955亿。交通部想要把高铁东建案直接并入已经完成可行性评估的北宜直铁方案，就当直接进行综合规划。不过专家学者认为，两种的规格无相同，也是来做可行性评估。直铁跟现在的北宜高铁，我想两个的设计的等级规模其实都无法可以比拟，是不是又要把环评当作绊脚石，要环评去背书？我们觉得其实一切都是为了选举。因为它是标准轨哈，路廊比较宽，开发规模比较大，都已经跟北宜直铁不一样了。高铁当然路线虽然是向北平西，不过由于经过积水区，翡翠水库管理局也反对。根据公共建设特别条例，重大公共建设就要经过可行性研究加综合规划了后，再提交国发会审核。等行政院核定了后，才启动宽屏。公共工程委员会讲，高铁东建案也是来做宽屏。在100年的时候，在核定北宜直铁的时候，高铁的部分已经放在里面了。所以他们现在是按照当时的可行性在往前走哈。但是这一个部分是铁道局一个初步的分析，它还要经过综合规划、环评，然后送行政院核定。交通部讲，本来北宜直铁方案，因为台铁有树林到南港的较大的路段，就要改善台铁系统，升级将这高铁当前会当扩大运量，解决东部铁路票歹买情形。高铁当前目前只是初步分析，也会经过综合规划加宽评了，加上行政院核定。记者综合报道。在东亚地区，即马敢若剩咱台湾甲日本无为着非洲地区，严过疫情，即马真严重的越南，总是向咱台湾讨救兵，所以咱即马甲越南有签 MOU， 咱台湾会当电咱的检验技术，嘛使利用这一摆合作的机会来提升咱防疫的能力。
为了防止非洲猪瘟，农委会自去年8月底开始检验边境拦截的猪肉制品，2503件药品中，拢总检出172件呈现阳性反应，8项来自中国，2项来自越南。中国到即马疫情无透明，越南自今年2月爆发到即马已经破晒超过560万只猪。台国双方决定要加强区域联防。22号，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带队伫河内，由托维所甲越南国家兽医研究所签署合作备忘录。防疫的目的就是说知己知彼嘛。副部长跟我讲了，就是已经扑杀560万头，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抑制啊。所以我有建议他先不要急着要去复养啊，因为你在复养的话，他还是一样被感染。甲越南合作，会当输出台湾的诊断检验技术，并且前往疫区以活体病毒来试测已经建立的技术。学者指出，越南是全世界第5大饲猪国，即马变成非洲猪瘟疫区，甲因合作会当进一步将病毒感染甲传播的资讯。我们虽然侦测到很多非洲猪瘟的一个案例，但是我们没有分离到这个活的病毒哈。所以，他如果提供这个非洲猪瘟的病毒的话，我们可以做这个诊断的一个试剂，而且可以做有关非洲猪瘟的各方面的研究，这是非常好的。学者指出，咱国也会当提供越南病毒诊断和防疫方面的技术，所以签署 MOU 对互相拢有利。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政府要伫咧布地安置防治，本来要伫咧防治遐南北边安太阳能板，本地6月底就要完工啊，也毋过到真才有，即马要有厂商来施工，而且呢，即马是倒照来咱台湾过冬的时间，所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本地伫防治边啊拢有倒照，即马倒照拢无去啊。满湾光电帮教设伫大水池，加家己布地升温南北边大水池。这个画面互爱鸟人士看了心痛，因为当地是重要的后冬鸟栖息地。去年这个时阵，当地也有9万只后冬的红头青鸭、红头青鸭等定位的亚科栖息，即马全部拢消失了。觉得好可惜哦，为什么呢？冬候鸟每年过境，我们台湾应该善待这些冬候鸟，不要给它的栖地呢越来越少了。协会表示，后冬鸟对环境非常敏感，大水池拢是光电帮，后冬鸟无法度落去找食，鸟群被惊了后，恐惊袂阁转来。对此，官府解释，工田原定6月就要完工，因为工期延迟，才会伫这个时阵施工。不过已经要求厂商施工时，避免影响后冬鸟。要求厂商来对这个生态还有环境来做一些来做保护。那我们考量就是说，因地这些候鸟的因地制宜的生态的环境，我们从北池开始做一个施工的动作。类似的情况，南部定看的，台南7股区都是因为推渔电共生计划引起反弹，甚至一度爆发激烈的抗争。当地勇士号烦恼无气氛会当做影响生活，也有人烦恼欧米那贝栖地被破坏。保护区跟非保护区往往只有一线之隔，那它其实还是很多很丰富的生态在这边。那我们希望推个生态检核表，把这些地方先把它保护住。地方强调，毋是无愿意配合政府的能源政策，也毋过配套措施无规划好，一旦强行时做却失败，除了互已经管理的珍贵后冬鸟袂过来，也可能成为上歹典范，互人民不再信任一寡能源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甲乡亲来台南的客兰寮乡亲最近举办小放伴耕厝走客楼的活动，几百人做伙合作，甲一间3栋的草仔厝卷起来，行800公尺。特别100人做伙画声，出来甲这间3栋的草厝卷咧行。为南兴国小行到新角庄，一路卷800公尺。因过若是闸门溪做大水，先民都要赶紧小放伴来卷草厝避溪蛇。那在91年前，由于曾文溪水暴涨，所以造成许多民众必须回避这个溪水的这个淹水，所以必须把他们的家，甚至他们的社区，甚至他们的公庙都得扛走。那这现在虽然没有这个需求，可是这个传统文化留下来，特别具有意义，也让我们后代子孙能够了解说先人奋斗努力的过程。1928年的秋天，因为连续落雨，闸门溪做大水。
客南寮的村民小放判，甲庄内伫农厝更往南边，规个庄头才搬来即卖即个所在。其中有18户，另外佫搬到即卖新吉庄重新起庄。因为在自己的家乡啊，那我们应该要知道以前怎么过生活，才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所以想要参加这个活动，体验一下。做草厝的技术已经真罕得快，好佳在老师傅利用佮保留这项工艺。无靠钉啊，无靠烟线，敢若用竹啊来做条，正空来做笋，做一间厝。民众来体验英国生命青春的辛苦，即马气候变迁要安怎甲水共存，也是咱未来爱继续面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在婚礼的内头，受社区的歌戏班爱唱歌戏，逐礼拜拢对老师在学歌戏。最近因办发表会，咱嘛做伙来欣赏。正兴社区的大姐头顶红冠插头插，心情实在是一个很明的镜片啊！歌戏搬了有办个精彩，因是正兴歌戏班的成员，利用文教基金会大力甲支持，和这阵自信、热情的大姐会当伫发表会展现平时练习的成果。那我们歌仔戏是不能够间断，传统戏曲，只要你如果间断了，你可能就会忘记。英国真侪人真想看歌戏。搬歌戏嘛是侪人的梦想，要长期推广歌戏的课程，其实真无简单。不过社区甲基金会大力支持，成立正兴歌戏班，让社区的大姐莫受婚姻的束缚，会当做家己意爱的代志，嘛让社区成员联络感情，变更加团结。教学真的很认真又很用心，非常让我们从一个身段小小的身段，一直从基础打梗筋，然后让我们热爱这歌仔戏的一般的学员们，大家一起圆我们的美梦。因为这阵人的用心，这场表演才通遮精彩。不管是练习、经费、化妆，也是服装，拢爱真侪人小听，才有通顺时。正兴歌戏班成员用心坚持，唔那甲歌戏搬甲真有人情味，嘛甲文化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做家己意爱的代志，也阁有一个退伍的士官长，伊是即马伫咧屏东市芳，也毋过伊进前是宪兵退伍的士官长。甲潘为芳小内底提出来详细看因的状况，伊是45岁陈必生，为宪兵特勤部队的士官长退伍了后，转来到屏东，投入市芳这度。为一开始的50箱到即马175箱的规模，一路行来是弯弯弯弯。这个点是算是我的基地，我在这里中风。那6月之后，我回来这个基地之后，一回来这边装，2来这边做蜂王乳。等中风完毕，等到隔年的2月，才把蜂移出去。荔枝园、龙眼园去那个采蜜。特勤训练出来功夫，规工伫山里内底走踪，嘛袂找无路。伊是市芳的第一代，无亲像屏东其他的芳农有家团的笔记。陈必生加入农民学院，对专家为头学起，即马饲出来无毒蜂蜜，通过冰口袋检验，得到消费者的肯定。养蜂的这个技术有没有跟养殖业是同等的难度？经过老师的教导之后，有没有渐渐在进步？从养蜂新兵到养蜂士官长。亲像今年受到乱党的影响，花开了无好，未来产量嘛干那剩2成。目前因当咧无用，要甲芳饲好较勇咧，通好等待明年临近乃至开花的花期。但必生家己笑讲，伊是市芳这度的新兵，未来伊会继续打拼，嘛会当真做是市芳这度的士官长。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金门人，伊真爱芳船，所以呢，伊把芳船驶去金门，请金门的囡仔人去船顶参观，希望会当推广芳船运动。东北季风微微吹过来，游艇顶悬的旗仔酷酷飞。金门、雪美国小和金沙国中的囡仔是等袂赴金八九芳船看卖的。是不是第一次上船？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很开心。很开心。那你有没有搭过这种游艇？没有。有没有想说要出航这样子？有没有很希望？
今仔日伫咧旁船做导览员的是位雪美国小和金沙国中毕业的校友，伊叫姓辛，伊是金沙镇青树人，因为伊足喜欢旁船运动。2007年的时阵，伊先伫咧淡水替朋友做水手，斗开船，后来参加几落届的海峡杯旁船赛，为台湾航向厦门。这届伊头一届甲游艇开登来故乡，和这的同学分享航行的趣味。我觉得台湾到金门这个航线是非常好的一个航线，因为整个东北季风起来的话，这个航线是刚刚好的，所以我就一直很想把船开到金门来。我最主要是引进这个 RY， 就英国皇家游艇会的一个教学的系统在台湾。那学员如果拿到这个系统，表示他可以在欧盟租船或在全球各地租船，他是一个国际认可的船长。这阵金门的游艇码头其实无啥物人伫咧行搭，不过诚心认为初期只有会使停船或者是补给的港口，安尼就会使举办旁船的赛事，总共会使举办国际级的比赛，请各国的游艇来金门比赛，安尼到时才就会差真侪无共国家的机啊，对金门的形象一定有帮助。伊相信金门有安尼的条件，也一定会使达成。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宝贝啊，咱来去中华的新港。新港即马走全国大省推出做过来津贴，自明年元旦开始，若是户口设伫咧新港满一档，伫遐生囝的负责人，就使去公所领16000块的做过来津贴。妈妈抱着遮拄出世的囡仔，表情是真欢喜。毋过即马，毋管是伫厝里，也是伫过来中心做过来，拢爱开真侪钱。中华县新港乡为着要照顾乡民。对明年正月初1开始，只要涉及满1年的产妇，特别生囝拢会当领到16000块的做过来津贴。彰化县的最北端，也是说乡下这个比较穷困的地方，所以呢，很多妇女呢，因为坐月子的时候呢是没有说做得好，所以公所这边呢就提倡来为他们来坐月子。新港乡公所表示，生育津贴已经统一由中华县府来发，所以乡公所为着要照顾产妇，才会搁发做过来津贴，而且无排付。这是全国头一个安尼做的所在。伊估一年爱开600多万，不过真侪民众拢支持安尼的福利政策。因为毕竟生小孩要花很多的钱，还是多少点补助其实也还不错啦。一胎可以补助到1万，赚到多少补贴一下，多多少少都会有补助到啊，然后可以吃得更好。新港乡公所的福利，互真侪乡民拢真懊恼。不过，嘛有人烦恼公所的财政够法度应付。乡长是强调，目前公所的营务还佫有4亿多万，加上相关企业108年度的回馈补助金有8500多万，绝对有法度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 AI 人工智慧，那会使使用伫咧科技，也个医学，即马连观察大自然嘛真有路用。中间伊甲野的影像资料结合人工智慧，结果就发觉讲，地势愈低所在，野的湿地愈侪款，若海拔愈悬，色水就无遐尔五彩。身躯有真侪色水甲美丽花纹，这野分布伫全台各地，种类超过4000种。伫19世纪，生物学界都提出生物色彩多样性，因为海拔不同出现变化。那这款假设一直无向证实。那中研院团队利用 AI 深度学习，这就突破发现。越低海拔的地方，那因为温度比较高，所以对蛾的色彩限制比较低。那高的地方因为很冷，它必须要吸热，所以它就要比较深。我们以前不知道的物种。你透过影像，你就可以知道说，如果它颜色，譬如说深一点，或是它有特定的特征，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预测说它在海拔上的分布。研究团队除了本身收集资料以外，嘛用农委会伫2011年到2016年的2万画笔野类标本、公民影像资料，用 AI 人工智慧的测验合适机卡，有这物种的平均海拔分布，结果发现，只要用一张相片。就能预测出野的海拔分布，就是用 AI 测野的身体色水甲海拔高度的关联，而且正确比例超过8成。人类有史以来最会找2个资讯关联性的一个数学工具。好，你给它大量的2个资讯，一个是已知，一个是未知，它中间的关联性，人类可能怎么看都看不出来，但是它找得出来。应用在蛾的影像跟蛾住在哪里。AI 人工分析突破传统的生物学界，先有假设再搁查证的分析方式，提供新的研究方式，
相关研究成果会当应用伫稀有物种分布，甲因为气候变迁产生的分布区域改变的物种研究来讲，有高度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的清华大学材料系教授叶君惠，经过9年的研究，伊放弃传统合金的概念，甲5种以上的金属揽做伙，炼出一款新的合金，会当拍甲足薄的，而且伊唔惊咸嘛，唔惊酸，会当用伫咧建筑航太，而且伫咧生活大细项方面嘛拢会使用，真正有够。得到高中合金伫咧实验室做研究。来自清华大学材料科学工程系教授叶君惠做这项研究已经23档啊，证明结合5种以上金属元素混合做伙，就是所谓的高尚合金。除步人类以一个金属元素为主，国家就用元素配置合金的概念，采用了高商的概念利用4个、5个以上的主元素来配成核心材料。那这部分呢？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配方观念的转变。团队发现，钴、铀、铁、锰、镍5种元素的原子数拢是20%，用合料会当得到韧性正强的合金材料。而配方拿做适当的设计，也可能产生韧性强、耐腐蚀、耐磨的特性。所以高尚合金会当用伫咧车辆、工程、医疗，甚至是防清洁钢棒、核能甲航太材料。也是希望能够解决传统材料它有所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它的成本太高，售价太昂贵了，还有它的寿命不足等等，我们就可以去开发比较便宜的、寿命比较长的这样的高商合金材料来取代它。叶教授是世界上第一位提出高尚合金概念的学者，这边的突破也得到中基社所颁的69年科学贡献奖。而且教授也搁家己编一首高尚材料之歌，希望让大家更加了解什么是高尚合金。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天气。受东北风的影响，咱各地早暗拢较凉冷，乡亲爱会记擦衫。伫咧北部低温大约是19度到23度，北部日时的高温有27度，也是28度。抑搁中南部的高温就较悬，有31度左右。日时暗时温差有较大哦，爱会记你穿衫莫感着。来关心各地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21度到29度。明仔载8、6礼拜要休困啊，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